因正想要同妈妈炒出来嘅饭头米线传承下去，钟顺良同家婆娘梁玉律向下转到家乡花莲凤林，张发现广州无案改，巧妙事业罕看难入户。10年来，也都铺设铺条，天天的器材，每成立嘅品牌，研发出各种饭头嘅产品。年菜喺台北做艺术工作嘅两公婆。一部嘅提前嘅店面方，规划嘅一个2分空间，用自家嘅艺术专长，韩国年菜累积的一面，俾花莲工艺嘅艺术的新能量，每季结合农业艺术的家乡生活，一定咁嘅表现。剃头的幅度景别，炒到差唔多咧，喺我表面上落去炒，睇靚本土見到見過，也天天嘅皮到香味。炒好就會下來，我用檢查，你炒剃頭炒到好嘅剃頭吼，就會得粒全部凍漿，吼唔會入皮，吼，咁你愛用剃頭就好咧，看色就低咧。温土時間都會做好，加熱粉、少熱粉都做唔得。你啊炒剃頭吼，有機去炒當簡單，不過當簡單嘅事情要做到後面冇簡單啦。吼，像你愛用炒到得粒要有按漿就冇簡單嘅，吼。地方林太嘅種順料，其實係釀人藝術家，還是許多專櫃料學，專門圖施工藝術。地台北做事做嚟夾嘢，許多幾個阿妹炒嘅剃頭，作為家己嘅心照。做隻嘢嘅堂同阿妹講，炒到小錯手，唔想炒咧。種順料先研究一下，做隻嘅鐵，留幾嘅朋友向下轉到屋下，來接阿妹炒剃頭嘅手藝。炒剃頭開始是差不多有9年嘅嘛。種2-3年了，就發覺冇乜個人個種剃頭咧。逢丁了嘅人老嘅路，細走嘅細走，難冇萬人種剃頭咧，所以佢嘅鐵設計嚟仲困難。剃頭有4병法，好像你有結你剃頭你剃1병誒，你將那就會讓落當天花卸掉，就有這個果針。那果針之後。到土碰到土，它才讓會上了剃頭質，好脂肪就變成脂肪餅，然後才變成一個脂肪，才開始長花生。剃頭種落去過後，2-3日就會起酸，第2병剃頭就見種嚟60人嘅，50人嘅出就好棒咧。你一堆人吼，你綁，抽樣性，吼綁起來你較酸幾多粒？你啊，從個護剃頭來講吼，佢一隻夾啊吼，生有差不多3粒至4粒嘅剃頭仁，你就在算，你種啊落去吼，種幾多斤，吼倍率，我算一下乘它的倍率，我就知道大概可以8幾包。種剃頭過後，就開始學農業做，種嚟2年半，種順料講，草嘅問題係最難剃頭嘅。教書啦，學翕相啦，做乜嘅？比起來當種當簡單，其實唔係咁樣。唔似看當多農民嘅菇吼，當認真，你差當多呢。草在地天上下台，影響會走出去，冇想到有一日，自家會轉到兩地土地後對耕種。啱嗰個二條嗰動排斥去做農業嘅事情。排斥獨到咧，農業進入 WTO， 你講全部進口嘅東西嘛，台灣嘅農業特色喺哪位冇嘛？老進口啦，講嘅冇乜嘅冇強項，太講用嘅現有嘅東西，呢啲東西有變較好，你做落去當有價值啦。種種山脈落回眼山脈，當種嘅貨啦，有一件素素嘅經驗，係種順料老嘅朋友向下打掃嘅基地。然後來到2乜嘢都炒剃頭，剃頭醬也係點住份，煲嚟料點做，用料嚟向每間剃頭湯。該市場年輕化，推向應用版去做產品，但會你市場會較無強項。農業咩唔係講你想講。30年、50年前，上都愛用嘅農業，你睇農業當到係新發嘅態度。
像為老農業嘅價值走出來，仲選留下老農業藝術生活結合起來，地方中推行整體藝術家嘅發展，讓以下強下來分享。感覺呢種藝術嘅東西哈，全部要去畫廊啦、美術館，咱看得到，你遐樣辦吐到來生活當中啊。農業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那藝術其實也是人生活裡面很多養成的一個元素之一。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在生活裡面都遇得到，那只是說你有沒有特別被帶出這個話題。點都和貼片炒出一個日本空間，找連春夏秋冬今年規劃啟動展覽，找強模強種形式嘅藝術創作落來。農村跟城市比較下來，它其實是相對資源是很少的。那其實這個空間，我覺得當初的目的性，一方面是延續我們以前的喜愛的事情，然後能夠把藝術的比方說相關的東西帶到這個空間。梁竹墩老中順流地推背做藝術工作安動嘅，當一面係挑高大下來嘅基礎，希望做對老推翻高鐵嘅藝術能量帶入豐田。也有一個設定，就是說希望進來的藝術的東西不要太艱深難懂。那以前我們在台北做的很多部分是所謂的當代藝術，它可能有一些它會比較前衛，比較難懂。可是回到這個農村，我們也會考量說這個地域性。如今我有本學也係北土韓國冷飲作品，就係當地嘅展出界會主動意，就希望大家來看展覽嘅意，強下來關心台灣議題。一般來喝花生湯或是來買花生的客人，他不見得平常有接觸到藝術，然後也許這個藝術就突然在某一個瞬間進到他的生活裡面。那未來我們也會希望從這個，也許是這個展覽的主題去延伸一些議題，然後去辦一些講座或是分享會，然後也許也可以再把農業的東西納進來，這樣子。你睇農業當多元化，農業嘅未來啲哪邊？要思考的事情是啲暗用的事情。轉到家鄉耕種，卻冇成日冇擺些浪漫，對農業嘅推背轉到淳樸嘅種下，佢就住方面為農業老生發達表，住方面也做咧自家價值嘅藝術工作，其他農業老藝術喺生活當中為咗精彩嘅總結，也創造出很難睇嘅價值。